家好，我係新註冊咁撚飯。今日我要同大家作出一個緊急呼籲，就係唔好再北上消費同用大陸網購。如果再咁落去嘅話，香港將會經濟崩潰。而家好多香港人每逢放假就北上深圳飲飲食食、買嘢同玩，一係就上埋啲大陸電商網玩網上購物，有啲仲離譜，直頭日日去深圳買餸，貪平貪有性價比，實質就蠢到撲街，贏粒糖輸間廠，仲會搞到全香港人都要同佢哋陪葬。你班港豬一日到黑北上消費，搞到香港啲資金去晒大陸，冇辦法喺本地流動。香港啲鋪頭拍烏蠅冇生意做，就係咁裁員同執笠。香港經濟一潭死水，到時咪又係我哋香港人自己受翻晒。仲有唔好話我睇死你班松鼠仔性格嘅華人賤種啊！到時經濟一差少少，你哋實會好似啲收埋成堆糧食準備過冬嘅松鼠仔咁，收起晒啲錢，除咗最低限度生存以外，一個仙都唔會使。到時啲資金更加冇辦法喺個市場流動，搞到惡性循環無限碌。到時神仙都救我哋唔到啊！最後我喺度求下你班狗屎垃圾，真係唔好再北上消費同用大陸網購啦，正正經經留返喺香港買嘢消費，等啲資金喺返本地流動好過啦。咁樣香港經濟先會好，香港人先至會有運行㗎。順帶一提，我唔係要幫啲有錢佬、業主同檔主，而係香港經濟差、失業率上升，首當其衝嘅咪又係我哋呢啲死窮鬼。搞好香港經濟係保護自己咋。咁今次就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